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，就是专连伫个台中的仓库的工程发生火灾，拢总是有9个人死亡，8个人受伤。初步判断就是厂房3楼咧施工的时阵出火车，结果这个火车落去到地下室，掉伫个 PS 玻璃龙房顶头，才引起这场火灾意外。市政府是以违反建筑法甲一案法下令停工甲开发。另外呢，这个火场所清出来的高烟是有真侪油粒啊，上重也会罚到500万。4站楼悬的仓储厂房大火过了后，差不多烧甲全毁。消防局车开入去厂区，开始火调工作，拆建坑伫现场的建材。专连伫台中大道的仓储新建工程，19发生大火，造成9死8伤的重大工案意外。火调区初步研判，是工人伫3楼做金属切割作业的时阵产生火星，落落地下室引起火灾。PS 板是用在现场那个隔热用的，因为它现场是冷冻仓储嘛。所以它铺设蛮多的 PS 保丽龙板，当然现场有没有油气哦？我们现场还要去做采证。导火点伫地下1楼，头壳已经铺设好隔热用的凯道的 PS 棒，本来预定拜六要灌浆，是毋是安尼引起火灾？消防局嘛甲 PS 棒带回化验，确认是毋是有含凯道的油气。另外，营造施工单位牵涉到违反职安法设施规则，并无注意无共工作间综合管理责任。职安署已经下令先停工，后续调查事实，会当按施工项目各罚相关30万的罚款。远离一些燃烧物，再来就是火星要有一些防火毯把它保护起来，因为火花会跳。而且它这个是挑高一旦发生火灾是有烟囱效应，是非常可怕，而且又密闭，那不完全燃烧，人就逃生就非常困难。都发局依违反建筑法第63条，未有维护安全、防范危险及预防火灾之适当设备或措施，除依同法第89条裁处新台币9万元罚款外，将依工地火灾 SOP。函次勒令停工及限期改善。台中市政府另外依照违反建筑法第63条，无防范危险，也甲预防火灾适当设备也是措施，罚9万块，以及火灾造成真大火分 PM2.5 浓度捌达到每立方公尺1517微克，会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开罚。这个污染事实是明确，但是第二个就是火灾原因，我们要等这个检察官正式的确定之后。再根据这个原因来决定开罚，那最高可以开罚到500万。环保局讲 PM2.5 浓度已经超过标准值15微克100倍，相关会当罚加500万罚款。但是市政府后续也会依照消防局火场监测报告查清楚谁爱负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